Hello，大家好，我係明仔啊。今日呢期節目咧就比較特殊嘅，就帶大家嚟睇下呢一個石岐嘅經濟總部區嘅一個環境吓。因為我知道好多香港朋友返嚟大陸咧，咁你嘅時間相對比較緊吓，咁所以基本上你嘅時間可能都喺集中響睇樓呢方面嘅，但係咧就冇乜時間去兜下周圍一個環境嘅吓，咁呢條片咧就帶大家去重新認識下啦，或者兜下呢一個石岐嘅經濟總部區一個面貌啦。嗱，咁我而家所在個位置咧就係石岐總部區嘅呢個係體育館吓，對面係農商行嘅一個總部大樓嘅。咁呢個位置咧就屬於石岐總部區嘅最北面啦。咁而家就慢慢地咁啊，我哋開車帶大家去兜一兜呢一個周邊嘅一個情況，咁我哋就慢慢地咁樣同大家一啲去介紹下。咁呢度其實都係已經屬於石岐總部區嘅最北面嘅啦。旁邊咧而家轉個彎過嚟咧，呢度係屬於陰陽御神嘅二期嘅項目嚟嘅。而家目前咧成個項目咧就喺度緩慢咁樣施工緊嘅吓。咁然之後對面咧嗰度係屬於御賓明門，即係以前嘅舊小區。咁響呢個樓盤嘅前面咧就係綠城江山和明嘅4代住宅啦。咁而家呢個項目咧其實都開盤嘅時間都係個零2個月未到啦。咁一個銷售嘅情況其實都賣得幾好嘅。而家呢個位置睇過嚟咧係屬於二期嘅啦。咁呢個係9號樓，然之後側邊係8號樓吓。咁啊前面呢個位置咧而家響度施工緊，我哋可能需要繞下路啊。咁呢個咧呢塊地咧就係屬於呢一個承建嘅商業用地啦。而家目前咧作為一個辦公嘅場所，即係屬於嗰個項目部啊。而家響度啲工棚啊就全部擺咗向呢一個位置嘅。咁而家我哋繞下路啦，兜翻過嚟呢個呢個係叫於石岐大道呢個方位嘅吓。嗱，呢邊都係屬於呢個工棚嚟嘅，就屬於項目部嚟嘅。咁響前面呢一個位置咧，我哋而家見到嘅咧就係未來要準備開發嘅呢一個石岐嘅 TOD 嘅商務園嚟嘅。咁響嗰個商務園同埋前面嗰棟寫字樓咧，嗰個係福利中心。咁響呢兩個項目之間嘅位置咧，就係屬於呢一個石岐嘅到時候預留嘅一個地鐵站點嚟嘅吓。咁我哋而家又兜翻過嚟呢邊，就綠城嘅江山和明，因為頭先嗰條路喺度有部車，然之後塞住咗過唔到嚟。咁旁邊咧呢一個咧就係屬於長源未來咁亦都係屬於到時候做成一個商業體。嗱，嗰度有公示嘅，有個牌子喺度嘅咁到時候咧有酒店啦，有嗰啲消費嘅場所啦，亦都係有嗰啲玩玩食食飲飲食食嘅嗰啲酒店嗰啲都有嘅。咁對住過嚟呢個咧係屬於時代雲圖都係13年吧，呢個小區樓齡相對嚟講都有啲舊嘅啦。咁而家有頭先內存滿咗，唔好意思重新同大家講下，呢度就係綠城嘅江山和明啦。屬於一期嘅項目啦。而家佢5月份開盤嘅，咁賣到今時今日為止咧，都已經係銷售咗接近一半嘅一個進度嘅啦。咁而家目前賣緊嘅咧都係靠路邊嗰棟1號樓嘅139方同埋嗰個179方嘅面積段嘅吓。咁剩餘咧就大約仲有30-40套嘅一個尾貨啦。咁而家咧我哋嚟到呢一個路口吓，咁旁邊咧頭先講咗咧就係御賓明門嘅呢個小區都係二手噶啦，都有分12年嘅一個樓齡嘅。咁響呢個路口嘅西邊咧對過嚟呢個位置咧就係屬於呢個呢個僑中嚟嘅。咁佢係一個高級高中吓，咁呢個咧亦都係屬於中山嘅4大名校之一嚟嘅，佢嘅升學率係非常之高嘅吓。咁然後咧我哋再往左邊走因為前面直走咧就去到嗰個康華橋嗰個位置嘅啦。咁再往往呢個方向去走啊。咁嚟到呢一個位置咧，左邊咧呢個樓盤咧就係前年賣得非常之熱嘅呢個華發學府1號吓。咁而家咧都已經係收樓噶啦，舊年嘅12月底嘅時候就啱啱開始收樓嘅。咁而家咧都有部分嘅一個二手房源掛出嚟吓，目前嘅一個二手價格咧大約都要去到15000、16000咁上下嘅。咁往前面南邊走咧，一路走就去到嗰個
石岐嘅恒基嗰個商業廣場嗰度噶啦。咁然之後左邊呢個盤咧就係叫天明東華閣嘅。咁呢個盤咧，其實你睇外立面咧都係比較舊噶啦，但係而家都仲有新樓喺度賣緊嘅咧，就價格相對比較貴啦。咁其實近期一個成交量咧係比較低嘅，因為佢冇乜性價比，然後咧戶型咧又相對比較差。咁左側嗰度咧，陣間我哋兜過去嘅咧就係之前嘅第一個4代住宅盤啦，就叫龍湖嘅香山頌嘅嚇。咁而家咧都差唔多就嚟收樓嘅啦，而且龍湖而家咧就已經接近清盤啦，剩翻大約係4-5套一個尾貨嘅，咁都係169方嘅呢種單位為主啦。咁就係呢個位置旁邊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呢個華發學府1號嚇，呢邊咧就係龍湖嘅香山頌。咁往前面走咧，頭先我哋兜過嚟嗰兩棟寫字樓就係而家嘅富力中心嚇。其實我哋係繞咗個彎咁啊兜咗一圈過嚟嘅。因為而家咧成個石岐嘅總部區咧好多路咧都喺度修緊嘅，所以我哋走嘅呢個路線咧就有啲彎曲咯。咁然後咧睇到而家呢度喺度施工緊嘅呢塊地咧就係呢個陰陽御神係屬於佢嘅一期，而家都係差唔多清盤嘅啦，剩翻咗153方嘅同埋179方嘅呢兩種積嘅細單位嘅就已經全部售罄嘅啦。咁就嚟咧就頭先我哋開頭嗰度睇嘅嗰個盤就係陰陽嘅二期咁可能都係響去到年底或者到明年年初嘅時候先會攞出嚟賣嘅。咁響隔籬咧呢個咧就係呢個奇光實驗小學，咁亦都係屬於11級嘅重點嘅小學啦。往前面走咧都有個石岐中學嘅，呢邊係一個教育配套其實都非常之好嘅吓，所以當年咧好多買咗周邊嘅呢啲樓盤啦，當時買嘅價格咧都比較高嘅吓。呢個位置咧其實都係屬於一個石岐嘅富人區嘅板塊嚟嘅，所以其實揀翻呢度咧，其實大家屏幕前睇到啦，個生活嘅周圍環境同埋商圈配套同埋未來嘅一個發展咧，其實都唔差嘅吓。所以呢邊咧你睇中山其他區域啲浸區暫時都未有4代住宅，咁石岐呢邊咧已經係作為一個試點嘅啦，而且前後咧已經開發咗嘅咧，包括已經售罄嘅項目咧，都已經有3個4代住宅嘅。咁嚟緊咧都有好多塊地咧，即將要開拍嘅。包括我而家兜咗一圈過嚟呢個位置咧，呢度就係接下來6月底嘅時候準備要開拍嘅呢塊地啦。咁呢塊地咧亦都係目前咧離學校最近嘅一塊地下，咁咧成個地塊咧大約就係30畝一個地，而家目前就未開發嘅一個狀態下。咁頭先講到嘅石岐中學咧，嗱就響呢個位置啦，就響我哋鏡頭嘅右手邊呢一 part， 呢度就係屬於中學。咁小學咧對過嚟就係響呢個位置，我而家咧就係響中間即係小學同埋中學嘅中間所以呢邊咧其實大家睇呢個環境咧真係非常之好嘅。如果你真係話翻嚟中山呢邊居住咧，其實我覺得住響石岐區係非常之幸福嘅，而且中山啲飲食咧特別多而且係非常接近香港嘅嗰種 feel 嘅。嗱，咁頭先咧帶大家兜咗一圈石岐嘅經濟總部區咁都揾咗幾個4代住宅嘅樓盤嘅一個位置啦，同埋去介紹咗而家目前石岐總部區一啲商圈配套同埋啲學校包括未來嘅一個發展嘅情況啦，都粗略咁樣同大家去講咗嘅。咁如果你近期想翻嚟中山呢邊睇樓嘅朋友咧，有咩問題咧，或者你想要知道目前嘅中山一個樓價啦，同埋一個樓市嘅新嘅一個諮詢啦，咁你都可以隨時揾翻阿明仔嘅吓。咁我響中山咧，其實做地產時間比較長嘅啦，我做咗12年嘅一個地產。咁相對嚟講嘅話，你話中山而家個浸區同埋市區一個板塊嘅一個對比，包括樓市嘅未來一個價值嘅一個分析咁我都相信可以俾到相對比較專業、比較中肯嘅一個意見俾到大家吓。咁響節目嘅最後咧，希望大家可以關注阿明仔嘅呢個賬號啦。咁因為創作唔容易噶嘛，呢個賬號咧都係啱啱起好嘅。中意我嘅頻道嘅大家一定要關注翻我嘅呢個頻道啦。